己人的故事，袂当放的历史，台北大空袭。大家好，我是台语老厝甲阿里坤的阿成。我今仔日嘛是无情课，今仔日要替大家了解一个咱台湾家己制造的电动哦，伊叫做台北大空袭。台语老厝为着要推荐这个电动来过来台语配音来，我倒来试看卖用台语配音，因的影像，互大家听看卖。 1996年台海危机，而一辆辆的卡车将弹药运送到各军事阵地，补给。1987年台湾解严15日0日起建业。1949年国民党战败来台湾。1947年228屠杀。1938年台北人间渔区门岛夜甲店红棒杀的历史。 家己人的故事。1945年5月31号，117架美军 B-24空袭台北，造成严重的伤亡。台北大空袭。民国也未来昭和将军。台湾头一摆生意改造电动。 台湾第一套二次世界大战历史的电动。无厝的时阵，才会想厝。台北。 大空袭，家己人的故事，袂当放的历史，对台湾甲世界2022年全球发行。台北大空袭，伊较早是一个生意，伊是根据台湾的历史来改造的生意，后来才改造来电动，咱会当透过这个电动来了解咱台湾的历史甲文化吼。台北大空袭咧，咱有足侪烦恼，咱有足侪搞，咱有足侪小民唔知影台北大空袭这段历史的过去哦。实际上，因拢认为台北大空袭是日本人来空袭台湾，其实唔咪哦。二次世界大战的时阵，迄当阵来空袭台湾的，实际上是美军甲迄当时伫中国大陆的中华民国。即个空袭台湾嘛，有真侪人安尼来过身去啊！全台湾因此来过身5500多人。 济的台北人拢是即届受难者，咱透过电视连续剧地景嘛知影吼，KK 伊嘛归口造纸，就灾难当中来转去安尼。但是真不幸，在台北大空袭的时阵，全部过身。 所以讲，希望大家会当来看，你有意爱的话来支持咱这个电动吼，来咱支持咱台湾家己的文化创意甲电动。迄段青春的历史，像是一人，阮是谁？这城市上严重，人龙街散体。过去了后，醒起进前台北大空袭76周年纪念。 进前，阮阿里坤冇做过拿来向防空袭的节目哦。我今仔要坐车嘞，当时候还在这个附近扫下了2架美军，日本人还打下了美军的轰炸机。所以日本人帮我们在这里打下了美军哦，所以我们要感谢日本人，是吗？要感谢。这要看哪个时代呀？弄掉啦。如果没有这个浊水溪铁桥。 就没有林内火车站。他们在桥上打飞机，好厉害哦！我也要在桥上打飞机。房子要看。喵！哇哈哈哈哈哈哈！喂，没走，我安尼跟我讲电动啊哈。